大家好，我係兜，好耐冇拍片啦。今一次嘅變魔術，首先一副牌同埋3張黑色嘅牌，呢3張黑色嘅牌擺喺面，我交落3張黑色嘅牌出嚟，做一個簡單嘅數牌，係咪？數到呢度，仲有3張啱黑色嘅牌，即係擺個5起啦。OK，咁樣預備數，入邊這個紅心女，而家只需要做一樣嘢，將佢擺喺面。紅心女係乜嘢都冇，就係一張擺喺度，即係邊度？2嚟，呢個就係今一期嘅告白魔術。咁嚟開始教學。首先要5、2呢3張牌，如果攆有紅心啊，3張都紅心，攆擺攆先啊，5之後2，攆好咗咧，再將3張求其乜嘢黑色嘅牌都得，唔好紅色，只要黑色得㗎。將3張黑色嘅牌攤開俾觀眾，隻手指事先預備3張數牌俾個空隙佢，咁樣預備之後咧就數咗，之後擺面，之後數牌咧有個技巧，數反過嚟，係反過嚟，喺呢度咁樣放好，之後將呢度咁樣反過嚟，就剩翻一張牌咁。有就呃觀眾係啱嗰2張黑色牌，但係5同2，將嗰張5擺喺度，呢就咁樣3、2、1數，嗱係2張嘅，套啱嗰張你3、2、1數，係就咁樣變咗一張女嘅，將手指掃就係咁樣，之後3、2、1數，掃完之後咧，擺翻嗰2張喺個牌嗰度，即係呢張5啊擺喺度，將女擺出嚟冚埋，個組合就變成5、2、0，即係咁樣。而家嚟做完個魔術，就有就今一期嘅影片就到呢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， 多謝大家。仲有呢條片係都有冇講？你喺留言嗰度望啦，或者喺留言嗰度講一講啲嘢啦，分享一下。之後嘢咩魔術唔識嘅話咧，同我講，我拍過一條詳細視頻。我哋今一期嘅視頻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